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国情啊，我知我有咧看解文说理。恁知己的，甲你名同一个国啊，这阿国啊，伫北部广播电台真侪听众，名主持人主持下晡的，对，无毋对。结果我入去到阿国啊因办公厅尔，看伊个油头甲面，我讲国兄，当你是安那？啊，逐共款，你别台主持人甲我中伤讲啥物？我带4、5个细姨，一寡听众拢互嗷去。好，我听安尼就不好啊，我手就闭起来啊。好啦，国情啊来甲伊车拼啦，看是要死猪哥啊，是要死猪母啦。吼，朋友即句话吼，死猪哥也是死猪母，这伫社会上常常咧听。猪哥甲猪母，你若漳州腔就有斗句后。就是讲吼，来甲伊输赢，看要死相无要紧。当然，这带淡薄仔激五人的讲法，看是要死猪哥啊，是要死猪母。国情讲甲颔棍筋遮大条，结果阿国啊煞甲我拄安那讲，国情啊，你这吼电风吼，若转3速的，毋免转到1速的吼，你转3速的电风甲你飞，你就已经徛袂在啊。看你这个牺牲胆底，要甲人输赢啥？毋是国兄你安尼讲，我外口兄猪偌济，换贴的偌济，你敢知？吼，讲安尼尔，啊国兄第2句甲我拄了，讲你遐换贴的，我看拢配烂换贴的啦。啥叫配烂换贴？过去吼，咱知影，戏台咧做楼馆场桃园3结义，迄是镜头啊伸出来，用尖甲拄一个，回滴落去酒的，你滴一个，我嘛滴一个，大家迄杯酒拉拉咧，讲一人啉一喙，安尼号做。交杯有到遐换贴，结果吼，即摆人讲毋是啦，智慧酒镜头啊伸出来这吼无够力啦，一人对迄碗酒内底配一个烂，安尼吼则配烂换贴，我遮无卫生，毋则讲半讲笑的。国情听着阿公兄咧讲，我遐朋友拢配烂换贴的尔，我安尼开喙甲讲，斗阵咱互相栽空，毋通拄骨芳。国情有影，食喙落麻啦，吼，食喙落麻即句话。社会上嘛常常咧听，落麻就落麻，啥子食喙落麻？咱伫解文说理内底常常咧讲解，常常就你咧探讨。食爸我爸，食母我母，食一把功夫，食有当着应用解说，就是瓦靠。落麻出去无够迄个才情，无够迄个实力，拳头母无够大粒，干那瓦靠喙，安尼又做食喙落麻，这拢社会上趣味的元素。